改裝避震品牌我哋就講咗3期啦，今日我想講呢個品牌呢，架仔都中意叫佢做懶閪品牌嘅。點解有個咁撚型嘅稱呼呢？我哋都知道啦，好多車廠都有自己嘅一啲改裝御用品牌，專門就係搞閪自己啲車嘅。通常呢啲御用品牌都有一個特點，就係車上面嘅部件呢，佢基本上都係有出升級方案。然而我哋今日呢個主角，佢就仲嗨鳩屎啲，因為可以咁講。佢屬於絕大多數日系車嘅御用改裝品牌，冇錯啦，開始有啲同學仔已經口噏噏咁啦。對，就係街知巷聞嘅 HKS。咁 HKS涉及嘅改裝部件，從整體嘅渦輪動力套件、懸掛上面嘅避震、進排氣嘅系統，到機油火嘴添加劑啊呢啲養護類嘅都涵蓋嘅咩？如果你懶閪得諗你部車嘅改裝方案，下次你丟低部車俾我嘅時候呢，同我講聲 HKS 全家桶套餐，咁我就明撚晒㗎啦。好，唔爭乜太多，先嚟上一下歷史課先。咁時間就嚟到1973年，有2條撚頭突然喺自己車庫度突發奇想，呢排咁冷悶，又冇乜生意，不如我哋搞個改裝品牌玩下咯。個品牌名就求撚奇，用我哋開頭嗰個字母出就啦。就係咁樣 ，HKS 由長谷川浩之、北村五一同埋一個叫做 Sigma Automotive 嘅公司成立咗啦。咁呢個公司起初咧係負責泵水同埋提供場地俾呢2條八軍嘅，而長谷川浩之咧本身就係雅馬哈裏邊嘅工程師。咁呢隻北村五一就係爛玩嘅啫，舉晒腳咁支持搞改裝品牌。HKS 後嚟仲犀利，喺日經證券上埋市之後，市值啊即刻飆升幾個 level 咁啦。依家全球30幾個國家都有佢嘅分部，技術專利啊500幾項，各大賽車賽事都會變到佢嘅 logo。講到佢嘅產品呢，真係屌極媽個害㗎，幾乎成部車能夠改嘅地方，佢都會出產品。嗱，雖然聽落好鳩屎，但係亦都因為涉及太多嘅品類，近呢幾年啊越嚟越多玩家開始懷疑佢嘅產品專業性啦。原因就好簡單，改裝畢竟都係一個專業領域嘛，玩家肯定更注重專業同埋專注㗎啦。雖然大部分玩家可能對專業技術都係一知半解，但係一個品牌涉及品類太多嘅話，玩家自然會懷疑呢個品牌對某部件嘅專業程度啦。乜產品都做，確實會對專業性有所影響。不過 HKS 都唔係揸流灘嘅，耍家嘅產品都大撚把。咁一講起呢個品牌，你班柒頭會即刻諗起啲乜呢？冬菇頭、放屁蛙佬、添加劑定係機油呢？嗱，我就會諗起佢嘅渦輪套件、機械增壓套件、引擎強化嘅套件、排氣系統同埋避震啊呢啲咁。其實 HKS 佢哋最強嘅地方係做升級方案，比如好似 Turbo 套件同埋 Super 叉部件咁，佢都係成個 package 咁嚟做嘅，直接裝上車度，馬力即時見效，鍛造抗光加排量啊呢啲套件咁，其實都係 HKS 嘅強項。雖然呢啲套件價錢係貴到嗨咁，但係穩定、省心、有效果，最適合就係懶閪得煩嘅玩家，一步到位搞撚掂。不過你哋肯定有個疑惑，咁嗨省心嘅套件方案，點解身邊好似冇乜撚車友裝嘅呢？嗱，呢個問題就問隻 HKS 嘅痛點啊，並非係價錢貴嘅問題，因為再貴嘅嘢一樣有人消費得起。問題就在於佢路尾對應嘅車型實在太少啦。首先佢呢個品牌啊非常之有愛國情懷，清一色啊只有架仔車，歐美嘅車主唔好意思冇呢啲份，而且只有日系都算撚數啦。對應嘅嗰啲日系車型呢，幾乎都係只能望住打飛機啊嗰啲，什麼 S14啊、15飛機啊、R35、34啊、Evo 啊、SPI 啊呢啲咁，最 high 又好嘅車型就已經係 BR2Z 同埋86㗎啦。呢兩款車型幾乎係乜殺都有出，咁其實 HKS 出嘅改件都唔錯嘅，除咗貴之外，沒有什麼毛病。雖然唔係所有部件都係自己研發生產，但佢亦都唔會好似某啲品牌咁樣直接攞個成品翻嚟貼個牌就出街。出品嘅誠意啊，絕對係唔需要懷疑。好似佢呢家嘅避震咁，刪除晒以往舊有型號嘅陋習，全部全新嘅型號推出市場。
場，做工啊簡直可以同歐聯時嗰啲不分上下。當然價錢上都係叮當碼頭啦，避震嘅性能上都屬於值回票價嘅嗰種。所以講翻轉頭啦，之前我有個客，佢過嚟飲嘢吹水嘅時候，見到我哋幫一台 VR2 裝緊 HKS 嘅避震同埋 HKS 嘅 Super 叉套件，佢就好驚訝咁話：咩 HKS 唔係做機油同埋添加劑嘅咩？我正想屌佢條木嘴，正啲孤陋寡聞嘅時候，我 hold 住咗，因為佢裸露咁反映咗好多車友對呢個品牌直接嘅認知。有人覺得 HKS 乜殺都做，唔夠專業；有人就只睇到 HKS 經常喺眼前曝光嘅產品。唉，睇嚟呢個品牌唔太喜歡我哋中國嘅車友啊！咁你哋同呢個日本傳統改裝界裏邊嘅一哥品牌又有啲咩故事咁呢？記得評論區度講嚟聽下啦喂！